个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的弊案，恐惊是有内鬼。也若无，为什么营销迷伫个搜索约谈的前一天，会突然间买机票要飞去香港，搁调故意走到台中机场？新庆京防搜索的同工，是伫徛过安全门后发现，哪像准备要来绕跑？还有大问题的太太单飞机有门禁哦，拢无请假，就提前买机票要飞出去，这拢引发着外界的质疑。这地检署的内部是毋是有人走漏风声？议员有没有牵线金华城跟柯主席之间来认识？伫咧机场扣走落来台北市议员殷晓薇扣带登去办公室搜索，当时也个老神在在。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委屈，我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坚持做对的事。OK。听讲检验原本预计9月初5才开始要搜索约谈，规行动提早超过1礼拜。8月2日第一摆搜索，殷晓薇煞伫咧前一天强行买机票，而且佮走去台中飞。新庆京是叫检调人员伫咧安全门发现伊敢若准备要离开，那检验8月30第二摆行动锁定郭文赫，原来伊本底9月去美国，太太嘛买8月底机票，只是随行秘书柯志如早一步伫咧搜索行动提早飞到日本，嘿，内容遮尔多好，怀疑检方饲鸟鼠假报地。郭文提起去防搜索进程，佮互检验伫咧路口公共等，防看作是新北的干妈柯志如涉嫌过手无技术的300万，所早就伫咧行动进程就赶工出国，到即马也未转来台湾，真侪行为可能有办案的相关人涉到秘密。不过专案小组早就有伫咧防，是想伫咧做了备下，要抓到应该是真简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